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啊！又過咗一個充滿恩典嘅星期咯喎。以下嘅時間就係我哋崇拜報告同埋異象分享，去片。各位，2016年學生區嘅興趣班又嚟啦！下星期咧就會有活動小冊子啦，同時咧都會開始接受報名嘅。裏邊有好多活動噶，例如有吉他班、木箱鼓班、日文班，仲有唔同嘅運動班啊！包保大家揾到啱你身邊同學朋友一齊參加嘅活動噶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可以去宗教部揾吳東姊妹。各位，星期四就係學生區懇親愛言啦，當中有超過40位弟兄姊妹同家人參加，邀請各位一齊為愛言同埋跟進家人方面代禱，讓參加者嘅屋企人信主，得着福音。各位就讀緊中學嘅弟兄姊妹留意啦，今個暑假學生區會有高中同埋初中嘅領袖培訓班，目的咧係讓我哋能夠善用暑假，做個好學生，完成暑期功課，並且學習成為領袖，成為教會侍奉團隊嘅一份子。鼓勵各位可以預留今個暑假嘅時間接受裝備啦。更多嘅詳情可以留意學生區嘅 Facebook 專頁。7月份福音崇拜又嚟啦，崇 A 咧邀請咗陳安晴姊妹分享，主題咧係唯有耶穌；而學生崇拜 B 邀請咗咧曾玉芳姊妹分享，主題咧係再次站起來。各位弟兄姊妹把握機會邀請身邊朋友出席啦。我哋學生區嘅康體事工正式成立啦！係啊，我哋今次嘅目標係以運動去傳福音㗎。仲有呢個嘅身心靈嘅團體操練添啊！咁呢個嘅康體事工有乜嘢嘅玩呢？我哋有行山啦，仲有呢？羽毛球啦，仲有呢？仲有乒乓波啊！乒乓波。Annie， 咁第一炮係有乜嘢呢？我哋第一炮就有籃球部，就要喺6月26號同埋7月3號，一連2個星期日，下晝1點半到6點喺我哋教會舉行嘅。咦，我已經知道有啲籃球隊將會嚟到我哋呢度比賽咯，包括有康樂中學嘅男女子籃球隊啦，聖道中學男子籃球隊、宣科中書院女子籃球隊、救恩書院女子籃球隊，同埋莫秀珍中學嘅女子籃球隊添。係啊，歡迎大家一同出席支持啦！而家大專事工咧，現正招募嗰啲又中意做運動又中意報道嘅弟兄姊妹喎。係啊，如果有興趣嘅弟兄姊妹，問完早上之後，記得揾石展邦弟兄同埋陳嘉欣姊妹聯絡㗎。以上就係今個禮拜嘅崇拜報告同埋異象分享。接下嚟就係敬拜嘅時間，請將你嘅手提電話較為無聲嘅狀態，以免影響我哋陣敬拜啊嘛。下個禮拜同樣時間、同樣地點再見啦，拜拜。Waking up knowing there's a reason. All my dreams come alive. Life is full